由伊斯坦堡出發，坐咗足足11個鐘車，我終於嚟到咗土耳其南部嘅古城安塔利亞。今次我孭起個背囊，為咗去朝聖一個期待咗好多年、震撼靈魂嘅世界級演出。嚟到土耳其旅行，除咗熱氣球同埋睇古蹟之外，大家都會上嚟睇肚皮舞。行入呢個巨型嘅石拱門，就好似瞬間咁穿越咗去2000年前嘅古羅馬帝國咁。一入到嚟，喺呢個星空下面嘅古蹟舞台真係超級靚。今晚喺呢度上演嘅就係代表咗土耳其國寶級藝術嘅安納托利亞之火。佢哋由2001年開始喺全球巡迴演出，佢哋曾經創下咗2項健力士世界紀錄。第一項係佢哋有每分鐘241個舞步嘅世界最快舞蹈節奏。第二個紀錄係佢哋喺單場裏面有40萬個觀眾嘅最高紀錄。呢個舞團嘅精髓在於融合，佢哋將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地區嘅數千年神話、民間舞、蘇菲旋轉舞、傳統中東肚皮舞同埋現代芭蕾舞完美咁樣融為一體。我哋嘅土耳其舞蹈特輯呢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今集介紹嘅安納托利亞之火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嘅內容，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我係 Dorothy，我哋下集旅遊特輯再見，拜拜。